啦啦叉叉 YouTube 吧。弄搞哎，都快8点了耶，还睡得哭滚，太阳都要晒屁股啦。Hello， 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相信大家都有一个面面线线的阿婆，常常让你受宠若惊。就让我来告诉大家如何破解阿婆给你的50道阴影。是哎呀，你在那跟谁弄呢？没有啦。阿婆的标准时间。是哎呀，9点了，要迟到了。10分钟过后。是哎呀，9点半了耶。阿婆才8点20而已，还早啦。再10分钟过后。快10点了耶，还在那摸搜，等一下又要赶得很紧张。阿婆，现在才8点半呢。阿婆一定是坐时光机来的，时间总是比别人快。有一种冷叫阿婆觉得你冷。不知道明天出门天气怎么样？欢迎收看《阿婆觉得会下雨》气象台。我们来看一下明天天气如何。下个月会有锋面来袭，就算没下雨，就算带着雨伞叮叮当当，接下来的30天要出门的民众记得带雨具哦。我的老天儿，太夸张了吧？难道要带1个月的雨伞哦？欢迎回到阿婆觉得你会冷气象台。忙是5月中，阿婆唔好热风。明天各地还是凉凉的，大家出门要带像这样的薄外套哦。这是薄外套哦？什么奇奇怪怪的预报？哎呦，这样穿不行啦！新闻说要带薄外套啊，来，这个带着吧。阿婆没有这么冷啦，外面那条烂的。还要记得带伞。那我出门了。春天免死边，太热遮阳，下雨遮雨，多好啊！好了，快出门，要迟到了。有一种饿叫阿婆觉得你饿。是哎呀，吃饭啦。阿婆，这么澎湃，我们3个人怎么吃得下？你孩子长大要多吃点儿。来，这个鸡是隔壁伯母养的，阿婆自己菜园种的青菜齐。这猪脚老，对骨头好，让你长高哦。阿婆太多了啦，我吃不完。吃到肚龟裂了啦！这给奶奶的东西是什么？来，吃饱了吃点水果好消化。阿婆的爱总是浓到化不开，想要脱身就要学起来。你家也有个可爱又奇怪的阿婆吗？在底下留言分享，和阿婆有什么共同的回忆？10万个不为什么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